2026年5月3日，葡萄牙總統正式簽署咗新嘅國籍法。點解會造成咁多人投資損失慘重呢？而呢個新嘅國籍法又點解會造就咗另外一個國家嘅機會呢？今集就同你一一拆解。睇片之前記住 subscribe 我哋嘅 channel， 撳埋個鐘仔，一有最新嘅移民資訊，你就會知道㗎啦。大家好，我係 Annex 浩昌移民嘅創辦人 Angelo 羅立光，一個有30幾年移民經驗嘅移民顧問。葡萄牙總統咧喺2026年嘅5月3日咧就正式簽署咗葡萄牙新嘅國籍法嘞噃。今次新嘅國籍法咧有3點嚴重影響咗現時葡萄牙黃金簽證嘅申請人，包括第一點，由入籍時間由5年增加到10年。第二點，入籍嘅日期咧由攞到居留卡嗰日先開始計算，原本咧就係你提交黃金簽證嗰陣時咧就已經開始計㗎啦嘛。第三點，可能沒有祖父條款，即係話喺新法例生效嘅時候咧，你仲未入到籍咧，咁你就可能要按新法例計算啦。咁嘅情況下就有啲大鑊啦。其實咧法例嘅修改係好平常嘅事啊，但係點解今次嘅法例修改會造成咁多人投資損失慘重呢？主要係因為入籍嘅時間咧由5年增加到10年，仲有計算入籍嘅時間咧係要由攞到居留卡先至開始計算，並唔係好似以前咁提交咗黃金簽證咧就開始計。換句話講，你分分鐘要等10幾年先至攞到葡萄牙護照。比起舊制由提交申請到攞到護照都係等5年時間，新制度咧就真係耐好多喎。所以咧好多人等唔切，決定退出申請，但係退出申請嘅時候咧，先至記得自己所投資嘅黃金簽證移民基金咧係封閉式基金，即係話冇得退出，冇得贖回，要等投資期完咗你先至知道攞翻幾多錢。到時如果啲錢蝕咗，咁就真係變成雙失葡萄牙啦。即係話你又攞唔到護照，錢又蝕咗，都幾陰功㗎喎。我發現最慘係咩人呢？就係趕喺新例生效之前特指嘅申請人，因為有啲代理公司咧會話俾佢哋聽，新例生效對你冇影響嘅，咁佢哋就中晒招啦。好彩我哋啲申請人咧都係全部投資喺開放式型基金嗰度，就算佢哋唔繼續申請葡萄牙咧，隨時都可以退出同埋贖回投資，攞翻啲錢。我哋甚至乎咧有申請人表示攞翻啲錢之後咧，即刻轉態投資土耳其房地產，通過房地產投資計劃去攞土耳其護照。申請時間仲好快，大概8-9個月就攞到啦。咁樣做法仲慳咗錢添，因為佢哋就係用40萬美金買間屋就 OK 啦。點解市場大部分申請人都投資喺封閉式基金而唔投資喺開放式基金呢？梗係佣金作怪啦。因為代理人佢只要成功遊說申請人投資喺封閉式基金咧，佢就有機會攞到幾萬蚊歐羅嘅佣金㗎嘞噃。但係如果申請人投資喺開放式基金咧，佢可能得幾千蚊歐羅，甚至乎係零佣金添。所以好多辦理葡萄牙黃金簽證嘅代理公司咧，主要都係推封閉式基金嘅。我喺度提醒大家，除非係政府規定嘅啫。當你有機會做投資移民嘅時候咧，如果你有得揀開放式基金或者封閉式基金，你一定要揀開放式基金啊！如果大家中意今集嘅內容，記住 CLS 我哋，有咩意見或者問題可以喺 comment 嗰度留言話俾我知，我哋下一集再見咯，拜拜。